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6月26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9篇113节到128节，撒母耳记上卷19章第8节到17节，马可福音第6章45节到52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不用怕。天域诗班有一首诗歌，取名为不免惊，耶稣在这，不要怕，耶稣在这。基督徒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境况，都不需要害怕，因为我们有主可以依靠。大卫自从面对歌利亚的时候，就宣告他不是依靠人高大、武器精良或是马其他的，他所依靠的是耶和华上帝的同在。扫罗王只是失去了上帝的同在，因此有邪灵进入他的心里，使他心里失去平安。不但如此，他除了不顺服上帝之外，他什么都害怕。撒母耳记上卷19章第8节到17节，圣经的记载，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的征战再度爆发。大卫攻打非利士人，大败他们都逃跑了。有一天，上主那里来的邪灵支配着扫罗手拿着矛坐在屋里，大卫也在那里，正在弹着竖琴。扫罗想用他的矛把大卫钉在墙上，可是大卫躲开了，矛扎在墙上，大卫逃跑，离开那里。当天晚上，扫罗派人去监视大卫的家，要在第二天早上杀他。大卫的妻子米甲警告大卫说：“你今晚不逃，明天一定死。”于是米甲从窗口把大卫垂了下去，让他逃走。米甲把家里的一尊偶像放在床上，用一个山羊毛的枕头垫在偶像头下，盖上被单。扫罗的人来抓大卫的时候，米甲告诉他们大卫生病了，但是扫罗要他们再去，非见到大卫不可。扫罗又吩咐说，连他把人带床一起抬来，我要杀他。他们进到屋子里面去了，发现躺在床上的是一尊家里的偶像，并且有山羊毛的枕头垫在头下。扫罗问米甲：“你为什么要这样骗我，让我的敌人逃跑呢？”米甲说：“他说我不帮他逃，就要杀我。”扫罗心里害怕，混乱到自己的女儿都要怪罪，一心只想要杀害大卫而已。耶稣基督是赐平安的主，他复活显现的时候，向门徒们请安说：“愿你们平安。”因为他心里害怕失去了平安，很多时候呢，他们的心里也充满了这个害怕的心，特别是在对那些特殊的情况。今天的经文马可福音记载了耶稣基督行走在水面上。马可福音第6章45节到52节这样记载，耶稣随时立刻催他们的门徒上船，先到对岸去那个伯赛大。等他遣散了群众，他送走了他们，就上山祷告。傍晚时分，船已经开到湖中，耶稣还自己一个人留在岸上。他看见门徒摇船非常辛苦，因为船逆着风走，
天快亮的时候，耶稣在湖上朝着他们走来，想要从他们旁边走过去。他们看见了他在水上走，以为是鬼魂，都惊喊了起来。他们看见了他，非常的惊慌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你们放心吧，是我，不要怕。”于是他上了船，和他们在一起，风就停了。他们又惊奇又困惑，因为还没有人了解分辨这件事的意义，他们的思想迟钝。门徒们害怕，因为没有看过人行走在水面上的情形。耶稣基督就告诉他们说：“是我，不用害怕。”正如同耶稣基督复活显现的时候所说的：“愿你们平安。”诗篇119篇113节到128节。我恨恶不忠心于你的人，但我喜爱你的法律。你是我的保护者，我的盾牌，我的希望在乎于你。作恶的人啊，离开我吧！我要遵守上帝的命令。求你照你的话支持我，使我的存活。求你不要使我希望成为泡影。你扶持我就安全。我要经常遵守你的命令。你厌弃违背你的法律的人，他们所涂抹的都是空虚。你把所有邪恶的人当作垃圾，因此我喜爱你的教诲。我因畏惧你而全身战栗，我因怕你的审判满怀恐惧。我秉公行义，求你不要让我落在敌人的手里。求你答应帮助你的仆人，求你别让红烈鹰来惩罚，因为盼望你的救恩，等待你的拯救。我的眼睛都昏花了，求你照着你的慈爱待我，求你教导我的命令。我是你的仆人，求你赏赐我明智，好明白你的教训。上主啊，你采取行动的时候到了，因为人都背叛了你，违背你的法律。我爱慕你的命令胜过黄金，远胜过精炼的金子，因此我遵从你一切的教训，我厌恶一切虚假的行为。恳求上主帮助我们克服生活中的困境以及害怕，求主赏赐我们平静安稳的心智，让我们能够靠主得胜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